题目开始进前，咱先简单介绍法语的资料。地图内底有色水的部分，就是法语的使用地区；深蓝色的部分代表讲大多数的人拢是使用法语，也就是法国、加拿大的 Quebec。另外，普通蓝色的所在表示法语是迄个地区的官方语言。浅蓝色的部分代表讲法语是因的第二语言。青色一点一点的代表讲法语是因的少数语言。下骹则是法语的语系表。这个题目要探讨的是法语字尾的注音省略 （French final consonant drop）。发音的部分是几个法语词类的语音转注 （phonetic transcription）。解说的部分是每一个字对应的英文意思。Petit tableau, nos tableaux. Petit livre, nos livres. Petit navet, nos navets. Petit ami, nos amis. Petit oiseau.Nos oiseaux。 A 这题要问讲，表示 small 甲 our 的词，因虽然拢有两种的形式，是倒两种 ？B 这题要请你找出每一个形式因出现的语音环境是啥物 ？C 这个题目要请你标出词甲词之间的界线。另外，爱用一个会当代表某一个自然因类的语音属性符合来描写你伫这个题目所找出来语音环境是啥物？伫这题目有甲咱提醒讲，较详细的语音转注会用“正”这个字号来代表词的界线。亲像讲 “no live” 是两个无同款的词，所以这两个词的头前后壁拢有加一个“正”的字号来做区隔。第这个题目要问你讲，代表 small 甲 our 这两个词的音素形式 phonemic forms 是啥物货？也就是讲，这两个词因的基本的有式的形式是啥？伊这题问讲，按对基本的形式转换到非基本的形式，中是经过啥物款的规律？请你用文字将这条规律给写出来。F 这题是一个挑战题，请你用正式的符号把顶悬的规律解写出来。伫这咱会当用圆箍仔中加一个叉蛇来代表无，用正这个符号代表词的界线。伫这根据题目的要求，咱将目标设伫 small 甲 our 的这两个词顶悬。Petit no， 我甲意思是 small 的词，拢标做叫仔式；意思是 our 的词，甲标做蓝色。归纳出来了后，咱会当发现讲，表示 small 的词，拢总有两种 ，petit、petite。代表 our 的词嘛有两种 ，no 甲 nos。第二步。找出每一个形式会出现的语音环境。伫这，我把词类分做两组，倒手边这组是 petit 甲 no， 正手边这组是字尾拢有加一个音的 petit 甲 nos。然后我用红色甲蓝色来标示，为着要方便咱观察因语音的环境。我把每一个形式后壁词的第一个音嘛加上色水，观察了后会当发现讲，若是讲第二个字的起头是 t、这个时阵头前的字就会用 petit no， 第二个字起头的时阵是 r 甲 u 的时阵，头前就会用 petit nose。第三步，根据头前的观察，咱会当整理出一条规则。拄则有讲到两种语音环境，
第一种是第二字的音的起头是t o， 第二种是第二字的起头是甲啊。刷落来，咱要来写规则的时阵，咱若是用主音甲母音的观念来区别这两种的语音环境，咱会当区别出讲，伫第一种的状况，因的语音环境拢是主音。毋过呢，伫第二种的环境，除了母音嘛是有主音，所以讲咱来用母音甲主音的区别，对咱写规律并无啥物帮助。所以即马咱要来试看卖用语音的属性来区别。伫即张表内底，伫个第一逝是即5个音，咱用5个粗线甲伊分做2边。伫表的第一逝是4个重要的语音属性。观察了后，咱会当发现讲头前3个音拢是主音性 plus consonantal， 毋过尾仔即2个音就毋是 minus consonantal， 也就是讲主音性即个语音属性对即2组音来讲有变异属性的作用。distinctive feature 会当来分别即2组音。即马咱若用语音属性来描述，就亲像安尼 ，petit 甲 no 会出现伫有主音性的音段的头前，啊 petit 甲 nose 会出现伫非主音性的音段的头前。第4步，咱来判断讲倒一种的形式是基本的意识形式，亲像讲 small 这个词，伊有 petit 甲 petite， 倒一个是意识的形式，啊 our 嘛有2个 no 甲 nose， 倒一个是意识的基本形式。伫遮咱先当作 petit 甲 no 是基本的意识形式。然后，咱将第7甲第8个单字摕出来做例。假使讲一开始这2个字意识的形式就是 petit 甲 no， 因后壁所接的字起头的发音拢是啊，因为经过某一个语音的规则，才爱插一个 t， 才爱插一个 z， 所以就变做 petit nose。毋过呢，伫遮咱无法度解释讲，为什么才爱加 t， 才爱加 z？ 什么款的语音环境会造成才有 t， 才会造成 z？ 伫遮咱会感觉真奇怪，明明因的语音环境拢共款，为什么即个就爱加 t， 即个就爱加 z？ 这根本就是无道理。所以讲，安尼来做，并毋是上好的方式。刷落来，咱用同款的步数，即摆换安尼来做看卖啊。咱甲 petit 甲 nose 当作是基本的意识形式，咱摕第1甲第2个单字来做例。假使讲一开始即2个字意识的形式分别是 petit 甲 nose， 因尾啊接的即字起头的音拢是 t。经过某一条语音的规则了后，因决定要将上尾啊这个主音甲汰掉 ，t 汰掉 ，z 汰掉。伫遮 petit 变做 petit，nose 变做 no， 同款的语音的环境，同款的规则，拢是将上尾啊的主音甲汰掉，代表这条规则是真正会当来预测语音的变化。伫遮，咱会当得到一个结论：用主音收尾的形式，这是预设的形式。因为安尼来做，咱会当找到一条真简单的规则，只要将收尾这个主音汰掉，就当变出新的形式出来。咱若用较早这种做法，就无法度安尼。所以这条规则才是较好的规则。第5步，
咱用文字来描述基础型甲非基础型之间变换的规律是啥？根据头前第3步的结论 ，but、did 甲 knows， 因后壁爱接的是非主音型的语音，比如讲啊甲有，就是讲 but、did 甲 know， 因后壁爱接的就一定爱是主音型的语音，比如讲擦音。偏音流音若是讲咱的基础型，尾仔才有主音收尾，去拄着后壁一个词，有若是主音起头的时阵，安尼伊就开始用这条规则，将上尾仔这个主音呢来汰掉，安尼就袂讲有连续两个主音连做伙。上尾仔这步。咱该用符号来描述头前第5步所得到的规律。伫这个所在，无同款的色水，甲顶悬的文字有互相对应，蓝色、红色、紫色。但先，咱将上尾的主音甲汰掉，会当用这个符号来写 C 代表主音，一个圆箍中有一条斜线。这里数学内底呢，就代表空一学，就是讲伊内底什么货拢无，空啰嗦。英文叫做 now。中这个部分是咧描写线尾的这个主音伫什么款的状况会互人汰掉。伫遮有两个井，这两个井字号代表什么货呢？第一个代表第一个词的字尾的界线，第二个井代表第二个词起头的界线，也就是讲，第一个词尾若是有一个主音出现伫遮，伊刷落来这个词起头又搁是另外一个主音开始的，那安尼头前这个主音就会互人汰掉。这条规则，咱用完整的符号来表示，就是安尼，头前甲中间甲斗起来。